来看新竹工会长期以来针对着台湾艺术家进行资料整理编辑，利用影像来记录艺术家的创作过程。今年主角包括过去电脑挂板扛棒也未正时行的时阵，大部分拢替人写毛笔字的过程桥，也佫有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美术的老正基，甚至是油画家黄庆祥这3位老师。感谢这些前辈呢，为台湾艺术留落来真珍贵记录。 专门卖彩虹工具的尖线店，还有过去的茶米店，这扛棒顶头的字拢是郭成照老师写的。郭成照讲，其实伊家己原底兴趣是画图，不过因为厝内是咧经营刻印仔店，就安尼自细汉6岁开始，对老爸学写毛笔教单，画要80年。好功夫，目前真侪店头家专工来找伊题字，目前伫新竹市区同款阁看会到。我本身是爱画图啦。 写的是阮老爸，因为这汉文囝袂读书啦，伊的希望是我读书，写字，我就汉文啊，无法度教育的意思啊，安尼啦，直直安尼叫我学识啊啦，即马拢个用电脑啦。 电脑较紧啊，方便啊，那啥，什么立体嘛会用啊。新竹工会长已经连续4档透过影像记录台湾出名的艺术家。今年除了有朱画家郭成照以外，佫已经接到92岁过去对李德宽老师学画图的黄庆祥画家，以及对日本学画图回来老正基老师。师范学校当时是工会的。 所以家境又不好的学生，大家都去考师范学校，就是遇到李泽藩老师，美术老师，他是有教无类的，不管怎么样的学生，只要到他那边去画图，他都会很仔细的、很详细的告诉你要怎么画、怎么做。除了影像记录，工会长更加收集来的资料。 经过整理出版成册，未来会继续对全台湾找出无同领域的艺术家，为台湾艺术留落来珍贵记录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